国定古迹家己城隍庙今年举办这城隍夜巡甲夜祭改下，配合今年是龙年，要重现百年前三神共祭，除了邀请北港妈祖，也有家己东门灵王做伙来参与，重现1886年邀请北港妈、加一城隍、加东门灵王三尊神做伙来求护的传奇故事。家己城隍北港妈祖甲东门灵王。做伙伫祭坛顶面，在难得的画面，互真侪民众摕手机来翕相。家己城隍庙表示，138年前，家己原的地现路建上，因为可汗，捌邀请3位神尊做伙替民众求护。即届借着城隍夜巡的机会，互这个传奇历史搁一摆来变现。希望借着一个历史故事，继续传承给民众，给我们年轻的一个族群，让他们知道三神共祭，我们一个城隍、太阳显佑以及北港妈祖的慈云扫论这种匾额，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？刚好朝天宫建庙330周年我所以说特别有意义把这个历史呈现给大家宗教还是要传承的。旧年8月初1是家己城隍庙举办城隍夜巡甲夜祭改下的活动。庙方表示，今年夜祭改下的可疑，请真侪国外游客甲民众参与，计共参与的人要2000人，比旧年搁较侪。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代志，我感觉讲这种会当传承。总统热情伫车山中道专港落人来参加起驾仪式，搁送牌匾予家己城隍庙。庙方表示，城隍夜巡甲夜祭改下是家己地区真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。希望透过活动，唔但延续家己城隍庙的文化，嘛互家己过去的历史，会当互愈来愈侪人知影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